我依家就係油塘柏景峰地盤現場，喺地下行個圈先。呢邊係山。如果向西呢邊呢，就望翻呢邊啲樓，不過有啲距離，所以都算幾開揚。如果係向北面、東北面呢，就望到山同埋望到呢個就朗嶼。咁朗嶼行過去油塘地鐵站6分半鐘，我之前拍過視頻嘅。呢一邊呢，就向南，從咁樣行落嚟睇到啦。咁如果向南呢邊呢，因為佢斜斜地向，佢係偏向。如果咁樣正面咁樣呢，就係呢邊睇翻呢邊嘅樓。如果係我依家個鏡頭前面呢，就係望山。咁如果向南呢邊景觀係會好好多嘅。我喺馬路對面望翻去先啊。後邊入咗伙嗰個就係朗嶼。